知嘅範圍，原來可以取消傳媒嘅採訪權或者市民嘅發表言論嘅權利，呢個更加荒謬絕。委員長會歡迎出席嘅議員係提出佢哋任何想提嘅意見或者建議，咁所以我唔覺得我哋應該為議員講啲咩內容去設限制。郭志仁、陳聰、陳志雲。在晴朗的一天出發。今日咧，我哋要熱切歡迎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係莅臨香港咁啊！今日佢嘅中午班機就會抵港㗎啦。到時咧，我哋當然啦，我哋嘅行政長官咧同埋啲官員要去到機場接機啦，跟住就送佢哋返酒店休息一下啦。嗱，我真心講熱烈歡迎嘅喎，因為佢係嚟香港視察香港嘅情況啊嘛。咁當然係要包括埋香港嘅民情啦。但係唔知會唔會有一個叫做潔淨版啊 ，sanitized version。不過點樣都潔唔晒嘅，佢點都可以通過同一啲人嘅接觸咧，令到佢深深感受到而家香港人最急切想表達到嘅意見係咩嘅？你估係乜嘢咧？好似好多嘅喎，有 ABC 啦，有 ABC 啦同 ABC 啦。ABC 即係話 anyone but CY 呢個啲應該係個中心思想之一嚟㗎啦。不過咧，你唔要咧你唔喺灣仔個頭咧就冇乜影響。就算咧你喺九龍你住黃大仙一帶，即係我哋咧望到嘅範圍之內咧，都有機會咧有影響。點解咁講？因為咧，只要你又想嘗試下行呢個獅子山咧，都有機會咧遇到唔少阿 Sir 咧喺度歡迎你啊！咁啊話說咧，行到咧影一張相咧，就發覺獅子山頂上邊竟然有幾個阿 Sir 喺度駐守。咁啊咩事咧？咁啊大家估到啦，梗係咧好擔心重演呢04年10月我要真普選嗰個大型直翻嘅事件啦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今次咧為幾個阿 Sir 致敬咧，真係要好慘。無端端呢幾日好想歡迎張德江，咁但係咧要駐守喺獅子山幾日，因為佢哋唔係咧朝九晚五咁樣守啊，似乎係咧紮營嘅喎，喺嗰度咧住幾晚，住到咧，委員想走為止，你話幾慘咧？幾位阿 Sir 啊？係咁啊！大家咧睇到嗰啲嘅就首先咧係一啲相片嚟嘅，咦係喎，有警員咧就要駐守呢個獅子山喎，咁然之後咧其他嘅媒體亦都追問啦咁。嗱個説法上邊咧，尋晚咧其實係有兩個版本嘅。咁明報去問警方嘅時候咧，喺即時新聞嘅深夜11點21分咧，咁警方第一個説法咧就話黃大仙